团的馒头出炉，张口之前，别急，有附带乐趣。尽量大力按都没有关系。对，它照样弹回来。惊人的弹性代表 Q 度带劲，关键在老面发酵，一般化学酵母可做不到。以前看到馒头就怕，一般酵母做的比较差的，它会粘牙，然后呢，吃下去之后会胃酸。不良记忆让周英贵决心只做老面生成的馒头，但光是掌握特性就花了2年。一定会酸，而且你隔天就是会很伤脑筋，到底有没有馒头可以吃？我现在跟他相处得很好。要10个小时2次发酵，才有饱满的馒头上架。周英贵坚持慢工才有品质，带着做的妻子对丈夫的拼劲忍不住维持。tiểu cá，你有听到太太的抱怨吗？有抱怨很久了。太太说什么？老面是她的什么？情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重心都在老面啊，他根本都不会在，有时候他好像都不看我们一眼，都在看老面而已。真是用热忱跟老面相处，专心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，纯食材不加香料添加物的用心，换来络绎不绝的顾客。tiểu cá，我们看到这个包对不对？包子，然后还有 mantel 馒头。我想问啊，好食嘅朴素黑马鸡，好吃的秘诀诀窍是什么？笋素狗啊，笋素狗，纯手工的，还有用肉面。肉面肉面就是用老面，这一定很重要，对不对？重爱坚持到底，总是知易行难。老板用别人2倍以上的时间和精力，扎扎实实的做，也换得客人口中扎扎实实的口感。好食嘅朴素黑马鸡，笋素公。好食嘅朴素黑马鸡，笋素公。